虽然即马天气是真冷，不过伫咧台东也是有人咧违法去到布山渔业保护区去掠水产。保育志工昨暗是一路监控，一直到透早4点左右，当场去查到一个查甫人违法掠超过20公斤的野生水产。1月23号凌晨，台东的海基啊，半暝温度敢若10度，要是有人唔惊寒，冒生命的危险去富山渔业主管保育区非法掠水产。来自13大队接到保育志工的通报，伫河边用热显像仪监控6点钟了后，透早4点外会动当地保育志工，查到民众非法用网啊等等的工具掠海狸甲野生龙虾等等的水产，数量是袂少。清点了后，该放登去保育区。还有龙虾。直到今天凌晨4点，发现该名男子返回岸际，且违规采捕事实明确后，立即进行取缔。现场查获违规采捕渔获，既有龙虾、螃蟹等水产动物。富山渔业主管保育区的志工讲，当场查到的海产拢是渔业保护的成果，不过互掠到的人拢讲，因唔知影这袂当掠，这款行为是真恶质。他是说几乎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说不知道这个区块是保育区的啊，但是这区块已经运行很久的时间了哦，那都是我们当地的志工努力的努力之下哦，才有今天这个资源。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划巡队强调讲，富山渔业主管保育区在19年前就有公告禁止掠野生水产，董事部一直到达，民众违法的事情明确，相当会当以渔业法罚15万，呼吁民众唔通违法掠水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